日本时代喺美浓地区开发南农农场同石头水准，喺水利事业附带公司的政策下，民间呢作为门发电厂，让老农海的水来发电。发电后的米水就利用石头水准送到米的田丘供水，供水的面积有4000人高的田丘，规个美浓地区的田丘，拢可以使用到一到水年。美浓的田对以前的宽田田变做可以种2季的无为田。日本美浓变做南部最重要的面向，也为流流传传的水路，深深的影响美浓平原的生产同生活影响。台湾光复后，1950到1970年也20年间，政府实行批了本国375减租、耕作有期田、农地重划、农业机械化，也到农业政策，令农业快速的成长。同时，政府的政策渐渐地转到以农养工的方向。1970年后，工业发达起来，工业的所得与农业生产所得还要高，农村的后生意，因都市化、现代化同大量的就业机会做出去的，硬做，规庄的后生意一直强。其实美浓周边的台湾其他的地方都差不多了。年轻人大概一心向外啊，因为在美浓农村实在是已经没有自己这个将来在这边发挥的空间了，农业已经没落嘛。那你要求上进的话，你要找一个比较好位阶，你只有受教育出去嘛。所以我们父老一般在美浓的父老大概都是告诉子女说，像鸟一样，那个鸟离巢之后长大之后就往外飞嘛，你飞得越远，飞得越高，表示你能力越强啊。所以都不期待年轻人再回头了，因为回头的话就是等于重走父母的老路啊。重走父母老路就是重点嘛，那重点大家已经感觉到非常身心疲劳啊。美浓的客家庄，在一太祖武器中，渐渐地打开安详的面容。2005年，美浓得到319乡镇的微小之乡的名誉表现提名，还由于自然的田园风景同客家文化，本大家认定的台湾最适合的所在。但是，美浓在得到一道荣誉的同时，事实上，遗憾地面临到农业产值大，农地转做撇种用途，加农沙变撇树，农地分割特优，农工的成本增高，还有农业社会传统价值的流失，也都问题。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农村或者美浓，它是一个主要生产农产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就是说，农业的产值开始渐渐的低落，那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低产值的结果，造成是收入减少，以至于就是农地上面的生产没有办法去支持一个家庭的生计来源，所以整个农业在这个过程是慢慢被抛弃跟没落嘛。原本农村的土地它是农地的话，它必须要由自耕农这样的身份才能够购买这个农地。但是在2000年，民国89年的时候，农业发展条例修改的结果就变成是说，非自耕农也可以购买农地，所以就变成是农地开始可以被释出来。你想想，种在这个围墙下的作物就不生长得不好，它只能长。我们种在北半球啊，阳光从南边来嘛，所以这一个1-2米都长期遮阴啊，就做就等了。还好它的房子是盖在那一侧，影响不大。这样有的房子啊，它就盖在紧邻这个盖，
哦，你这一路走过去，两边都大好多，都是异动了。他现在外地的兼客，他就来找这个地方，人家都还没有说要卖掉，就问你这地要不要卖。以前他是你不是农民不可以买的，现在不管你任何人都可以买了。整个美浓是在这3年来的变化来讲是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像在这一片就是美浓山的山下这一片农地，开始有非常不符合这个地区的地景的一种新式的建筑物，植入在这个土地上。比如说像我们后面看到这一栋房子，它可能是3层楼这么高，然后它用的是比较是属于欧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那跟本地在地的传统的房子，它是属于3合院式的，就很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像在这片风景比较好的区域，它很多的农地会被改建成是这种欧式的新式的房子。那这种房子呢，大部分都是外来的居民，他们才有钱去投资这样子的一个居住的空间。我要去别种啥嘞？是啊。迄阵一分地买偌济？迄阵买要几钱？拢种600。啊，几分？我记得好像是啊，差小块，差一点点。差不多一分买300出头啊，那还。那是去年买的啦。还那个田青的吗？没有，那个不计啊，那个不计啊。还要再给他购买那一块，那个他不卖。好。他不卖，有吗？在买的时候不是农地吗？农地怎么变成可以建？所以建那个农舍啊？没有，他那个是，你是说这边的？是以农舍去建。1/10。对。10%的建蔽例的。建蔽例，对。不用，现在不用自工农的条件了。现在不要了，现在不用了，现在都可以，都可以买。去年年底开始就不是，过年之前。这地嘛没卖。过年之前就。小北得了，宋先生去处理得了。我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宋先生，我跟你讲哈，我讲实在，我这个附近我想是有的话，还是要想要了。还是看有就要在路边，本来车子今天车子比较方便，那这样就很好。他喜欢那地，对面啊，当时关边啊，买番笋啊，番薯啊，是要赶买青啊，讲隔壁也要去念做位。好，那就好，那就这样，好，那再见，好，拜拜。当时就是，其实整个美浓的地景，这个山下这一块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乡愁地景啊。也就是说，客家话有一句叫做“行松行哈，唔都美浓山哈”。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一片山等于是美浓出外求学或工作的游子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故乡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这一片山是一个乡愁的象征。对，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当他去外面读书，然后假日回来，或者说过年回来之后，坐着巴士转进了这个县道184，就是我们外面这一条大马路的时候，看到这一片山，他们就觉得已经回到美浓，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片这个景观称之为乡愁地景，就是代表着美浓出外游子的一个乡愁。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属于在地居民一个就是生命记忆很重要的一个地景，应该要好好的维护它。那所以就是说，在看到有这么多的新建的欧式的房舍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觉得说有点紧张，因为它一方面是它又是一个经过了一个合法过程才新建的房子，那二方面它又是外来居民，我们很难去跟他们沟通。第三是，就算有法令的规定，它也很难有之后的一种解决的手段去调整它。所以这3方面的问题，便是说当时我们想要保存这片地景的时候，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欣赏这个田园景观，这个田园景就应该说让它一直保持下去，说20年、30年甚至50年后还是这样很漂亮。你像这样漫无边，让你开放人家说分割2分之一，一直干，可能
不知道不需要10年，可能5年8年后，这个景观就没有了。到底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一定先请镇公所跟建设克拉的一些人讨论这件事情。当然，他们也面对他们自己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文件是合法的，所以也不得不让他们通过。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开始去跟住在这边的，就是外来的居民沟通，有没有办法一起来想一想，大家用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一片土地维护起来？像其中有一栋，应该就是这一栋房子哈，它的屋顶的颜色是就是深蓝色这样的颜色。那它的斜度是没有像北欧的房子这么斜。那它的整个挑高大概就是到2楼左右。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它跟美浓的地景是比较不会有突兀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主人，他们也觉得说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很舒服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很高，也没有很房子也没有很大，所以是跟这一片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他们也希望说其他人的房子也可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准则，可以让他们参考，让他们可以在盖房子的时候是可以适应这片地景，然后也适应这里的环境。经过一阵子的讨论之后，我们是发现，也许有一个适当的就是一个设计的委员会，提供一些咨询跟建议给这些外来的居民，也会是一个可以协助改变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我们也许只能建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有些人以为说水准对农业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脉。虽然讲你讲目前来看美浓来讲，就算更加讲个农业产值无太，所以佢当然都看唔起农业。但事实上，伊啲更加冇可能冇切緊農業，尤其喺文化資訊當中，農業係呢特別一種都在地主體性的一種文化基礎。所以呢，因為個民以後的一種可能性，還是喺農業的這裡。因此，我哋喺面對水準的一種規劃嘅係，除了講維護呀、體育的優先嚟講開工的以外呀，那我哋從角度，水準係咪有可能變成就講伊的一種人講伊的認識美濃體驗來了解美濃，以及都講提升美濃佢農村生活的伊個參觀的動線。普通人的农家那个耕田那个一刮送个农费，然后听个后人都算钱出来，挨钱都可以做嘛个。阿松个伊咪到个过来，双几个都无限，俾过限太多了。对不对？你个钱都唔得撕下来嘅。对不对啊？人要調到出，冇都馬上售。以前都可以入數都可以做乜嘅咧咩？個同時講我哋去做乜嘅條路唔得。冇問題都講，農會嘅對要幾米嘅少唔下，啲人嘅售數少唔下，冇睇退人哋嘅部分。加咗一半嘅，一半一兩路嘢嘅都，一半一個嘅，抹個米，抹個好嘅米，個時嘅都做人哋農業嘅買米啊。我俾人講，一做要幾米，一家來，冇法度 call 農業，一家來，一家做嘅，即個成山，一家來做，喺少一下是唔怕，唔估少唔下。少量唔少啊，少量太少咗啊。因为传统的农业确实是不好啊，传统的农业这操作唔是人去做啊，那是一个没有怎么样讲，没有远景，没有远景的一种农业啦，没有希望，就是说没有一个新的思维的农业，就是。
长久以来就是这么做，在延伸下来嘛，某一个特别的一个远景的那个农业嘛，有机这个，俺们用药的有别药的农药，俺们直接去面对消费者，俺们跳过呀，俺们中间的，俺们可以买到过后的家私那种方式哈，来去做这个农业还没行得通。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说一定可以啊，就是说还在去试验当中摸索当中了。放在我是最后了，如果。相对的，对我爸爸跟我伯父来讲，我在他们眼中是说我是很不听话的，主管讲唔通講我用裝用嗰啲冇講嘅，我講唔通。最能夠幫助我的是他們無論那個實質的工作上聽住，我爸你將來要不要管我？一点点是来工作，打工我需要人帮忙啊，我又不能，我能够找的就是文景，或有时候他又不单单他能够他帮助我还不够，再来帮助我就请我爸爸，我爸爸有过欠来啊，过欠来欠归欠来，还是给他听书啊，因做因呀嘛，因做，那就讲啊，冇嚟装啊，我嚟装我做事啊，那我以前他也有种那块田了，他也有种他那一块田了，他自己有种说，你看我自己种了，我都卖完了，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了，你还这样搞得半死，钱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文景先生，文景呢，我和他是同乡，同一个村，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台大经济系出来，结果不去银行当经理，结果跑回家里面种有机稻米，不当经理当种稻米了，种的是有机稻米，他很坚持他自己种的那些有机米，而且用稻压公寓的方式。他们碰在一起是之前就是启唱哥他跟美浓的社团都一直有很多的联系，那社大也一直在办很多的活动。那文景他回来之后，就是美浓社团都知道说，文景想要种有机，然后他们也知道启唱哥想要种有机，就希望把他们两位拉在一起。启唱哥有遇到一些困难，文景有遇到一些困难。文景的困难是他在技术方面也没有那么成熟嘛。那启唱哥他有很多务农的经验，但是启唱哥在土地这方面。耕地的解决这方面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家里面的地，他爸爸不希望他拿来种有机嘛，他有这样的困难。那文景就，因为他已经住了家族的家里亲戚的一块地，然后他就把土地提供出来，然后启唱哥提供技术，就等于有点交工这样的形式，然后两个人共同在那一甲地里面共同来种这个。之前我回来种农，他也回来种有机了，我们两个人互相都有听到对方的名字怎么样的，不过就是没有机会碰在一头，大家忙，一个很偶然机会碰头了，他就在旁边朋友的那个牵线之下，好嘛，我们就来做那种情况下，真的就好像没有考虑这么多，就做下去，认识几天就共同去做一块地，所以说我跟他等于说是共同去合作了以后，才互相的慢慢的去了解过。下面做副手。
所以到这方面做有机的，它不至于说产量很低，或者说没有产量，都受病虫害嘛。但是要高产还是有一个难度。在这边试的话，美浓跟花莲或台东或中部比的话，产量都比较低。但是就品质来讲的话，我们品质也不输他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测，又给他们给台东的测，说我们的品质很好。自己的哈，这一块就是我父母亲他们的祖产，他们买的被混淆，就是说他规定不可以跟这个验证的一样的做。有机的来讲哈，你一包啊超过25、30，它就很密了。他们的农人哦来看我的一个啊，遐细无安尼挂无啊吼，那6、8、10、12、14、16，你把这个找烂了，这个我控制的大概在20以下啦。这样。啊，这个间距你讲话这30。这个吼，伊是安尼插的吼，这一抓，这个叫行距，每一个都是一样一尺。跟我爸爸起很多冲突，他说你为什么留这样？浪费啊！早期美浓父老还是希望子女出去，那什么时候这种转机哦？说起来应该是我们水库案件发生之后，大家对家乡感到有危机感的时候，那父老这个开始关心家乡事务嘛。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浓出了几个年轻的怪杰啊，一个李永培，一个钟秀梅，一个就是钟永红啊，所以他们组织一个地气工作室嘛，哦，他就是对地方事务就是非常用心的投入这样，实际上他们年轻的反水库的意志比我们还要强烈，啊，真的是比我们还要强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年轻一代开始关怀家乡，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反水库最大的收获了。那今天年轻人就说，我即使要出去之前，能为家乡做点事情，我就做点事情，是很荣耀的事情。啊，那你越来参与，你越了解，你越会关怀，越爱护他，是这样起的。所以你看，我们社区大学这些年轻的哦。如果按投资跟报酬来讲的话，以他们的那个薪水的收入，他们不可能。如果是凭着假套路的心情的话，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他们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我的事情，用这种方式、这种态度说，这就是年轻人回来投资以后能产生这么大的动力的原因。然后他们不断的鞭笞自己，怎么样？我已经把精神投资在这，我怎么样让家乡更好？怎么样为家乡解决问题？所以有机农业啦，高比较品质好的农业的推动啦，啊，将来产销问题怎么解决啦？他们就到处去找资料，到处去看人家的方法，然后不断的把这种理念借着社区大学当做一个平台去扩展、去推动啊。我想这样的努力应该是会得到一些认同哈。社大是比较在行政协力跟组织一些活动这方面去着力，然后其实上课他们就是把生产者的教育这一块，就是怎么去推广啊，推广更多人来加入投入，然后让他们的种植
更顺利，然后或者是怎么去营造那个农田的部分，让消费者、让其他人可以来参与，就是我们做这样子互相协力的搭配，来共同促进这个事情。不一定要仰赖其他其实我们觉得最主要是农民主体，参与者主体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目前可能会酝酿出一个真的属于跟农事有关的一个群体，对，那它可能会是类似比较像协会的方式。以前人常讲说你如果不好好念书，你就留在家里种田哈。那我们文景兄呢，他刚好相反哈，他是好好念书完回来之后，回到家里种田哦。他去台大念书，念完之后呢，就跑回来家里种田。然后他回来之后，他种田是用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哦，就是说思考整个怎么样种，然后呢，它的经济价值会比较高哦。后来他发现哦，其实种有机稻种哦，对环境哦，对整个生态来讲，其实是赚最多的哈，所以呢，他才投入了这样的有机种植哈，然后也开始开发一些，就是说，他把一些适合的品种，然后呢，适合的耕作方式哈，把它引进到我们美浓地区来。唔好有嘟嘟好，还有老豆米哦。隔壁嘅绿回嘛，係咪？係啊，邊個落睇？哦。有咩手工有機啊？哦，哎，同埋咩有來天數啊？你睇下，買來係啲機啊。係。啲手工就係自己啊。多啲。我嗰個錢啊。也係慈心認證還是哪？慈心。哎，下禮拜都差唔多要大田了哦。對。哦。今天10號走夜市啊。啊，10號。對。10號拜一咯。哎。拜一拜了。哦，啊，要拜是马种啊。145跟台梗2號。台梗145啊。高雄2號跟145。中意快一點，46。2塊。好，一塊錢只可以吃1種種的。有机农业的定义就是说，它不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生长剂的农业。啊，这是负面表列嘛，啊，就是说。不使用这些东西，那它比较积极的意义就是说，它必须遵照自然资源永续循环利用，好，那营造生态平衡，好，然后土地可以永续经营，
然后生产出来的食品是健康安全的。这样的生产方式就是有机农业，它的产品就是有机农产品。这边也有很多那个水利会打的那个深井嘛哈，他就抽到水沟啊。我一些农夫就贪图方便啊，他就直接开那个深井水来灌。我是不怎么喜欢那个水，我假如浚水有哈，我情愿到那个干郡那边把它引那个浚水来灌溉，那浚水来。浚水哈，有从那老农溪经过发电厂那边狮子头水浚这样过来哈，那个水是比较有那个养分，有那个微量元素啊，一些有机质啊，那些有机质不是我们的那个肥料哈能够拥有的那个量很少，那个水你大量灌溉的话，那个米质的口感会比较好。你假如用抽地下灌的那个一个是天然的有机的，对，天然的有机，人工的不一样。要这那这样就5斤块钱呢。这个就是苦茶坡，这苦茶坡，对，会有机会要种啊，要种，不短不细粒，不圆形的。那个圆圆的呢？也是有机会，圆圆的也是有。哦，咖啡色的是有苦茶坡。其实我们家也是呢，会多因为呢，多储备就是唔多嘅呢，都唔怕呀。大概在偷一批嘅偷死以後，就做得了。还有100斤，但是这个到后来它只有7、8分。
这放福吹没？诶，你说放去福吹。哦，你福吹送得迄近的吼。我惊啊，我惊惊。伊无迄用的。哎呀，那可能买得多咯。伊迄度2礼拜吼，福吹都送很高的。有哦。哎，啊呀，迄若有烟的野包皮的可能。伊无野包皮啊，佢用幾片咧？啊，如果無野肉嘅、無麥嘅、無沙肉嘅咧，一係100咁個肉啩。哎呀，那有火。一係100個啦。哦，有機嘅田啊，有福吹啊。咩？係啊，又要野肉嘅馬松鼠啊。哦，啊，迄若迄無唔咩有機嘅都無福吹哦。我冇錯啦，我係想要買呢個，哦。还以为是他们家的，结果是一人中午全村获利来发福菜。这个福菜长得很比稻苗还快啊！bán ngày tuổi nhị đấy, tuổi nhìn nó rồi à? Rồi bán rồi. Rồi, đây nhìn được bán. Cái gì xí à? Cái này má ngày có thầu như nhìn cô phải có. Cái bán xí, bởi vì ấy không biết gì kia à? Chăm chú không là con ấy xí à? 야, 진짜 촉촉하 디오 쏙보다 이 턱을 해. 如何？要抢赢了出田的，你来当错，唔是出田的。係啊。中间的地方，它不止一只，是不是？有啊。刚刚这一只就是。这也有，哎，对啊。啊，这都有虫卵，没有虫粪啊，吃了虫粪，好多只小的。这只也是啊。对啊。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只，以前抓都抓到一只而已。对啊，就枯掉了。都蛀嘛，你看都是被吃的那个虫粪嘛，那你说这个要喷什么？苏力菌啊，这个哈，其实我没有在喷啊，因为喷这个要1个礼拜喷1次。我连续喷哦。它的产卵一孵化，要让它吃到，它才会有效，不然它已经钻进去了，你再喷就没用了。它如果像这样钻进去再喷就没有。那很小的时候就要喷了。很小就会一直喷，啊，我是怎么讲？那一点点我是都可以忍受啊。我是觉得没关系，自然状况不是什么毁灭性的灾害。哎呀，怎么？有一种野鼠虫就搞开的，农人吼，伊唔是讲按压啊，压开咯，啊有人比较搞农批，农批嘅上班都就掂嘛。嘢講最慢就壓喺個慢一定嘢吼，也唔怕啊唔過。其實講壓下喺度電視吼，壓下覺得冇咁多。之前那个姓古的，他说要换3个冰块。对对。
今年我们1月22日插下龙渡国小孩子希望的秧苗，那也让我们的家长感受到亲师合作的重要，也让孩子了解农村生活的脉动。那在这里的体验活动不只结合了我们的生态教育、乡土教育、生命教育、有机农业以及环境教育的课程。但一分那个这个大概要可以说几公斤，几斤？这个1分地哈，这个差不多会有350公斤到400公斤。这有机的啦。有机的。你看我有了解。没有，都完全没有农药，完全没有。还不错啊，你看，感谢老天爷风调雨顺。有。2拜田头八公。感谢田头八公师傅太低，安尼。3拜长辈指导。感谢新上家长的指头屯的协助。万一要拍照，水稻跟杂作来比较哈，杂作的收益会不会比较好？杂作相对的看你种的东西啦，因为以我来讲，杂作的收入是比稻子好一点，比水稻好。是的。啊，干脆就水稻不种了，种杂作，种玉米，种番薯，或者是其他比水稻收益更好的。其实也唔会啦。你虽然讲种稻收益比较好，你还是要种啊。种水稻，你是会改良这个土地的，就会改良土质啊。你假如不种水稻，只种杂作，那个杂作也种得不好。好。我以为呢，它会互为那个有相生的效果了。你种水稻长期浸了3-4个月的水，那个土壤会改良，土壤会比较好。就是说，透过有机当成一个产业哈，也要耕作面积差不多一斗规模才比较有经济效益。冇唔抵咧，就可能生产的东西卖出也，就看你种植的作物啦。就你像我来讲，可能面积做个太啊，你杂作的话。因为我也可以，你只要资本够的话哈，资本够的话哈，我的利润买米的利润比较讲起来比一些杂作够薄啦，你就要够摊面积嘛，够摊面积就销路的问题啊，资金的问题啊，这样的。应该也慢慢的问题，就讲有一些以前的问题啊，也有就讲比较成熟的啦，就讲一些耕作技术哈，就讲慢慢进入个地主摸索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也没讲成，就讲有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底是更加低啊那样。好，那在销售这方面的通路有哪个问题呢？当然，个问题当然还来，就讲有一些消费者间的互动慢慢了解下来过后，销售也可能个稳定的啦，有慢慢的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同。